好，我哋今日講下2026年財帛宮見到武曲星、天上星同宮，咁對宮係破軍星，有啲咩現象啊？嗱，呢三粒星咧喺2026年入邊咧係冇任何嘅流年四化嘅。咁如果佢咧加上如果冇任何嘅煞星，又或者係化忌咁樣咧，咁咧相對嚟講佢個財務狀況咧係穩定嘅。咁但係如果有煞星咧，譬如可能化忌啊咁樣會點啊？嗱，如果有化忌咧，好大機會都係會破財嘅。譬如好似天上星化忌啊，又有遇到有煞星嘅話，咁好大機會咧就係因為錢銀上邊咧好容易惹到官非嘅。咁如果你話武曲星化忌，又或者遇到煞星嘅話咧，咁會點樣咧？就好大機會就一定係破財啦。除咗破財之外咧，就會覺得自己咧對錢銀上面係好冇安全感，所以咧就會好努力咁樣去揾錢啦。咁如果破軍星係福德宮咧？嗱，如果破軍星係福德宮嘅話咧，咁我哋都知啦，破軍星就大破大立嘅將軍啦，咁所以咧即係好有好多夢想啊，好多諗法嘅，咁所以咧佢比較破格嘅，咁好就好在一樣嘢，佢對宮有武曲星，咁武曲星咧就相對務實嘅，咁就可以咧稍為輕輕咁勒住武曲星嗰種放縱咯。咁我哋又講下，如果破軍星喺財帛宮又會點啦？嗱，破軍星喺財帛宮嘅話就要小心啦。點解咧？因為破軍星係大破而大立嘅將軍，之前都有講。咁佢去咗用錢嘅態度上邊咧，就非常之進取，同埋非常之講自己嘅 feeling 嘅。咁所以就基本上都好大使㗎啦。咁但係好在一樣嘢，佢對宮係有武曲星，咁啊會稍為輕輕咁 control 住武曲星嗰種不受控嘅感覺嘅。咁但係亦都要小心一樣嘢，雖然咧破軍星咧佢係冇四化，但係咧破軍星如果遇着大限，又或者係本命入邊嘅化祿，又或者祿存咧，就要小心啦。咁樣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implication，係話俾大家聽咧，係好有機會係破財嘅。咁呢個大破而有大立嘅將軍，咁橫掂都係破財咯。咁如果你話我想可能投資喺自己身上，進修下咁樣，咁會唔會又得咧？其實係一個方法嚟應咗呢個破財嘅劫，尤其是咧，如果你話咧去讀一啲藝術相關嘅課程咧，其實更好，因為咧破軍星咧，其實咧亦都係同藝術咧係有掛鈎嘅。咁然後除此以外咧，咁我哋又如果係武曲星同天上星係福德宮嘅，又會代表啲乜嘢咧？咁武曲星同埋天上星如果冇遇着任何嘅煞忌嘅話咧，咁咧相對嚟講咧，都叫做穩定嘅，咁但係如果你話有煞忌就要小心啲啦。咁有煞忌又會點啊？嗱，如果有煞忌嘅話咧，基本上咧喺錢銀上邊嘅官非咧就會特別多。咁我哋之前都有講過，官非就唔一定係上法庭嘅，咁只要係因為同之前我哋嘅agreement 有出入嘅話，其實咁樣已經叫做官非㗎啦。如果係咁樣嘅話，我捐下錢又可唔可以應到呢個破財嘅劫咧？嗱，其實係可以嘅，除咗係可以應咗破財嘅劫之外，亦都可以積到好多嘅功德添。咁你話如果唔想捐錢，仲有冇其他方法？有嘅，咁可以攞啲錢去修讀一啲身心靈相關嘅課程，咁其實都係一個方法嚟嘅。咁呢個命盤嘅人其實主要將個重心轉移到去自我增值，咁都可以話係唔錯嘅。係啊，其實咧今年如果係咁樣嘅盤嘅人咧，只要肯去增值自己，其實咧之後咧為未來去鋪路嘅話，應該就可以長穩長有嘅。有社玄學，活學活用，大家記得 follow 我哋啊 ，like 啊 ，share 啊，comment。